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OK， 好，哎，赞美主耶稣。上主，求你将平安赐给期待你的人，使你的先知们忠贞不移。上主，请你俯听你仆人和选民的祈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施恩的救主，在时序运转当中，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2021年的最后2个月。11月是感恩的季节，
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祭。到了11月底，更是我们救主即将来临的时期，我们要全心的预备，迎接救主的降世，好将大好的信息传给周遭的人们。主啊，我们是你蒙恩得福的儿女，从岁首到年终，虽然有疫情的搅扰，但是都蒙主的保守与看顾。我们感谢主所赐的恩典，使我们在所走的路上都获得主丰盛的预备与供应，让我们能够在面对问题与挑战的时候更加的勇敢负责，属灵的生命获得更加丰盛，心灵更加的平安喜乐。因此我们要珍惜主的爱和给予，依靠主所赐的力量与智慧，来面对即将结束的2021年剩余的每一天，把主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蒙恩受福。相信我们在未来都会有比今年更丰盛、更荣耀的生活与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新灵粮诗选第74首，这是天父世界，一起来颂赞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唱全首，第1、第2节我们齐唱之后有间奏，然后我们再一起唱第3节。现在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这倾听，宇宙唱歌思维相应，星辰卓越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你。树木穹苍碧海，述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奇妙万众奇明，精诚明亮，百花美丽，生命创造精神。这是天父世界，我不觉，风吹草深，将它经过，随处难听它言。来，我们高声的唱。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同창，他治万国万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现在要以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唱荣耀颂。姐妹请坐。现在我们来起应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1到10节。撒母耳记上2章1到10节，我们可以根据墙上的投影来看起和应的部分，起由思慧来进行，应由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个和，我们就一起。撒母耳记上第2章1到10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诚实向我们的上帝。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上帝，人的行为为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人的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同心为下面的事情来祷告。在我们周报的第3页，主啊，我们为中东国家约旦来祷告，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来祷告，我们现在是为东吴的安素堂牧师黄宽裕，我们为了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求主垂听。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主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能够赐福给全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求主能够恩待这群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主你的福音，来认识你。我们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顺利。我们也将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里。
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健康，日益与主相亲。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现在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现在由喜乐手中团来为我们献诗，他们要演奏的是《哈利路亚》。请曾荣基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撒母耳记上1章4到20节。撒母耳记上1章4到20节，教会圣经267页，翻到由我来攻读。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沙姆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第二处的经课在希伯来书10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10章11到14节，以及19到25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247页，教会圣经247页，希伯来书10章11到14节，19到25节，由我来攻读。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19到25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以上是今天的经课。现在由思慧来诵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3章1到8节。
马可福音13章1到8节。耶稣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现在由教会诗班来献诗《为生的盼望》。
现在由本堂的蔡文文牧师来我们正道末期预告抢先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礼拜丰富了很多？那当然不是说前面以前的不丰富，不是，而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开始有诗班的献诗，当我们有一些的乐器的演奏的时候，让整个的礼拜能够更加的丰富跟美好，更多元性、更多样化。所以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内容是真实的。他告诉我们说，用丝弦的乐器来赞美上帝，用敲击的乐器来赞美上帝，用鼓声、弹琴，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上帝。各位，我们刚刚的我们的这个手中团，他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他们在练习，我们看到的只有在几分钟他们的这样的演出，但是事实上他们要在这个能够演出之前，他们必须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那里练习。昨天华神的一个老师，这个吴宪章老师来我们这边住，那他特别听到我们有这个手中团的这个演出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羡慕。他说这个东西在台湾已经很少很少见了，居然可以在荣光堂可以有这样的演出哈。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手中团可以在这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敬拜。那里面有一个我一直觉得是我最羡慕，而且是觉得最感动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周老师，他虽然行动不方便，但是他手可以动，他还是拿这个手钟来敲钟哈。80几岁的老人家，但是他还是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好不好？我们给这个手中团他们一个鼓励哈。对，我们的诗班也很棒。各位，其实我们今天诗班的演出的时候没有司琴，各位知道是谁在演出，谁在伴奏知道吗？有一群白头发的但是他们年纪不大哦，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年纪也大，他们还很年轻啊。他们叫做白发王子团。那他们这一团呢，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那个诗班的这个演奏的这个人哈。那这位可能会觉得说，那司琴跑去哪里？司琴没有跑掉，司琴在前面唱诗歌哈。所以我们用吉他也可以伴奏来敬拜上帝，用丝弦的乐器来赞美上帝，用敲击乐器都可以来赞美上帝。所以一样，我们的诗班也沉潜了很久，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来献诗，但是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呈现这样的一个敬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谢谢诗班今天的服侍，还有我们的白发王子团跟我们的诗班的指挥，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我们拍手谢谢他们。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少会用拍手来感谢诗班，或者是感谢这些的司琴司会的人，或者是这些的敬拜的人。其实我们不需要吝啬于感谢跟感恩。当然感谢跟感恩不是代表说我们在服侍的人我们应该要得到这些，而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当然人给我们的这样的肯定跟赞美是好的，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样的努力的成果是美好的，但是这一切能够努力能够好的演出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安排。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看到上帝才是幕后的导演。所以我们也把掌声归荣耀给上帝，好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看别人在崇拜。所以我相信刚刚大家在听到手中的这样的表演，还有我们的这个诗班的演出的时候，也许你心中有一些悸动，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五音不全，我不是很会唱歌，我也不会乐器。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座位当中跟着一起来吟唱，跟着一起来敬拜上帝，你也一起参与在敬拜的当中。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这个末期预告抢先看。其实各位，我们在这边的敬拜就是在天上的崇拜的预告片，所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在演那个真正的崇拜，但是我们只是现在叫做预告片，让大家知道说那个预告即将要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当中，我们也成为那个敬拜的人，不是只有看别人崇拜，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哈。
有一个人他已经在疫情的当中，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失业了半年的时间，他一直没有收入，心里面很难过。然后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又碰巧碰上有一个人，一个强盗就出来抢他，就告诉他说：站住，给我钱，要不然我就要杀了你。这个人他心里面觉得很愁闷很愁苦，他说我都已经失业半年，都已经很苦了，还要被人家抢。他就跟这个抢匪讲说：先生，我已经失业半年了，我已经都没有钱了。结果这个抢匪跟他讲说：你看我前3天才失业，第4天我就已经出来抢了，你居然已经可以撑半年的时间，你真是一个懒鬼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听过什么叫做50步笑百步，知道吗？50步笑百步就是在打仗的时候，有人撤退了100步，然后有人撤退了50步，然后那个50步的人笑那个100步的说：你看你们都是一群这个胆小鬼，都撤退都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也需要调整跟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成为指责别人的时候，教导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教导我们自己。所以传福音不是只有传给别人，也要传给自己。保罗常常提醒一个事情，他说免得自己跟这个福音隔绝了，意思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但是我不要自己失去那个福音。有时候我们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反而自己失去了。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讲说要对焦，要常常回到那个焦点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对焦，所以可能我们常常会叫做失焦的状态。昨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去领奖，去师大领奖。那我跟师母还有几个同工，我们去跟她庆贺。那拍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拍照的人的功力有多好。如果拍照的人功力不好的时候，这个叫失焦，知道吗？本来应该那个焦点人物应该要在正中央的地方，如果万一那个该拍的人没有拍到，结果拍到不该拍的人，或是拍到其他的人，那个叫做失焦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归到那个焦点的里面，就是回归到正常应该要有的状态里。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提醒说要回到起初里面。所以启示录2章4节的地方，我相信大家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在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启示录里面这个以弗所教会，它当时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它有很好的神学，它有很好的这些的这个分辨这个是非的能力，它这个有圣经的话，但是它有信仰，但是它却没有了爱心。所以在启示录2章4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弃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个初心拿起来擦一擦。我有一件衣服上面写莫忘初衷，其实也是在鼓励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太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失焦了，把不该是我们的看成是我们的，或是把不重要的看成是重要的。所谓不该是我们的变成我们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反而是抢夺了上帝的荣耀，而我们不知道，然后把不该是我们的就抢了回来，然后甚至是把不应该做的事情拿来做，比如说拿来担忧，拿来担心，而不相信上帝可以掌权跟掌握这个世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初心的里面，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爱上帝，而且是渴慕愿意来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初信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为他而活，愿意为他而死。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时间久了之后，我们渐渐忘了那个热情跟热心。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回到那个起点的里面，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心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礼拜，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都觉得很平安很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常常去注意一些的事情。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在这边做礼拜而停止，它还是会有一些的变化跟改变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就是敏锐上帝的国，敏锐上帝的工作，敏锐上帝的时间。特别最近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提到有关末世的事情。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上过一些的启示录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有关末世的教导或是内容。很多人提到末世的时候，心中总是有一些的恐惧、害怕，不知道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来到，或是不晓得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事实上，基督徒应当要常常敏锐跟省察，就是什么时间是上帝的时间，什么时间是这个时候即将要来到。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上帝会给我们看到一些预告片。预告片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上帝会提前告诉你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它的预兆是什么。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有时候看电影不是每部电影都好看的，你必须要做一些的筛选。所以有时候你筛选的时候，就要从哪里筛选？就要从预告片里面去筛选，从预告片里面去看，这个剧情是怎么样发展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剧情相当的紧凑，相当的紧张，让你觉得很有兴趣，继续再看下去。事实上，当我们在祷告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事情是：我们会不会关心有关上帝的事情，有关上帝的国的事情，或是这个世界的末了即将要来到的时候，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敏锐跟注意到？但是也不用去担心害怕，好像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好像怕什么事情都是末世即将要来了，好像什么事情都跟末世有关。我们怎么样去在末世的当中去站稳脚步，去看每一件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跟预告，以至于当我们知道时间来的时候，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是在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的13章。那我们里面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在这里讲到有关末期，或者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耶稣要上十字架，在这个之前的1个礼拜里面，他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在圣殿里面，或是在一些的地方教导他的门徒，或是跟许多的人辩论，或是谈论有关上帝的道。各位，当他们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有一个宏伟的建筑。各位如果看过有一些影片，或者是我们看看现在的照片里面，这个是圣殿的复原图。过去的早期的圣殿，这个恐怕是比那个所罗门的圣殿要更加宏伟的。所罗门的圣殿曾经称为世界的7大奇迹之一。那当然这个圣殿恐怕是比它更宏伟的，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国王叫做希律王。希律王他要盖一座很大的这个圣殿，为的是要好像来彰显他的功绩跟荣耀，当然也是要为了要这个感念他的长官，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他用这个来表示他是有用功在做一些建设的。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城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他们都惊讶说：哇，我们这些乡巴佬今天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看到这么大的城墙，这么大的这个殿宇，这么大的圣殿。所以门徒们在跟耶稣讲什么？在第1节的地方，他们跟耶稣说：夫子啊，你看多么大的殿宇，多么大的高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很常常赞叹有一些工程做得好美，有一些工程做得很棒，有一些这个是东西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好像大的建筑物那个永远不会毁坏的。可是事实上，有形的东西都不能够持久，也不能够永远的存留在地上。所以第2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提醒这些门徒一个事情。他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2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过去的圣殿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虽然是石头，但是他们是很整齐的削切的那个石头，所以叠起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但是耶稣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对当时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建筑物会有一天毁于一旦？没有人会相信的。
但是耶稣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跟预告，表示有个事情即将要来到，而且那个事情将会是一个极大的事情。所以末期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这些的事情会来到？耶稣就把后面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些的东西就说出来，其中包括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说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末期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小心跟注意的？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事情好像离我很远，事实上并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常常接过诈骗电话？很多时候我们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会常常不知所措。曾经有过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我在桃园有一个姐妹，她的孙子被这个不是孙子，对，是孙子，就是歹徒打电话来说，你的孙子在我手上，你要拿钱来赎。结果他真的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害怕，因为听到电话的那一头里面听到说阿嬷赶快来救我，他心里面很着急。但是各位，其实这也是一个小 pebble 要学起来我们那个姐妹她是韩国的华侨，所以她就跟歹徒说，叫我的孙子来接电话，我跟他问一下。然后真的电话接过去，他用韩国话问他，你的状况现在如何？歹徒不会讲，所以就把电话给挂了所以有一些暗号需要去学习，怎么知道说这个是真的，怎么知道这个是假的。有很多的歹徒会利用人性里面的软弱，会去影响人，会去抓住人。但是各位，那是诈骗你的钱。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假的异端是诈骗你的灵魂，而我们却全然不知。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魂被诈骗了，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付出的是真心，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真实，但是事实上却是假的。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昨天我刚接到一通电话，是自称从香港打电话来，那个打电话的那一头说，他说我是这个新天地教会的这个知会的某某这个传道，那我要邀请牧师你来参加我们的新天地教会的那个启示录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影片的这样的观看。通常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心里就要有一些的认知，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小心跟谨慎。各位，我们每一天吃很多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看起来好吃但是不健康的，所以一些营养师常常会讲，好吃的东西不营养，但是营养的东西不太好吃所以有时候我们啃圣经的时候，会觉得总会有些东西会觉得好像很难啃进去，但是那个对你才是有帮助的。但是好吃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很甜的很好的，反而不是真实的。后来我就回绝了他，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姐妹，如果你觉得你们家牧师的讲道讲得很好，那请你也看看我们荣光堂的讲道，我们的讲道也不输给你们的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别人的讲道比较好，我们就一窝蜂去跟随了别人，不是。真正讲道，你看起来好像是牧师在讲道，其实你要听到是耶稣在说话，而不是哪一个人在说话。如果你是认为是哪一个人说，那就可惜了，你就只是在看一篇的演讲，或是你在看名嘴的讲话，而不是听到耶稣在对你说话。礼拜三的时候，我们的红本门徒课程有一个姐妹，她就问我一个事情，她说，牧师，我怎么听到上帝对我说话？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如果你常常把圣经、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里，你就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然后我们听到很多的话，我们就以为那是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在15世纪、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许多宗教改革的这些的领袖，他们要抢回能够读圣经的权利。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在台上讲话的这个人讲的事情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他应该跟圣经是对应的。如果今天这个人讲的话跟圣经是不对的，那么我就应该知道这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你可以读圣经的权利，因为读圣经的权利是你能够分辨真道
跟虚假的一个重要的判准。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窍，能够来知道主对我们说话，知道上帝对我们说话，知道分辨哪些事情是上帝的话，哪些不是上帝的话。所以路加福音24章45节在这里提到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这段记录里面，是耶稣复活的时候，有2个门徒，他们本来要往以马忤斯去，在路程上他们遇见了耶稣，在路程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是耶稣，所以跟这个人一起走的时候，他们发现跟这个人谈论到圣经，这个人一直在讲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一直讲到圣经里面上帝的启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出现，所以在讲旧约里面有关基督的启示的时候，这2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走，他们说心里面是火热的。然后当他们在客店里面的时候，一起要吃晚餐的时候，这个客人，这个他们邀请的一起同行的客人，居然就在那里剥饼，一剥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这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读不懂圣经，读不懂的时候，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放弃你读经的机会，而是要在读经的时候祷告，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有些人说读不懂读不懂我就不要读了，其实不要这样。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东西你不必要去执着它，比如说像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一堆人名比如说耶稣的家谱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人的时候，你如果觉得那个名字很多你读不下去，也不要勉强，但是你可以接下去读别的地方，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卡在那里，或者是不晓得，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进行。要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明白上帝的话。所以第8节是一个外显的现象，刚刚前面的地方第6节讲到的是在信仰上的迷惑，然后外在的地方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的地方，一起念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好，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哪些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末期是即将要来到。各位，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地方，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很多很多会发生。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地方是忽略的，有一个括号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括号的地方有一个灾难，原文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好，各位，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们认为说，在一个新的时代出现的时候，必然会有苦难的发生，所以他们会认为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当你遇见灾难的时候，当你遇见这些的逼迫的时候，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将会有一个新的时代，将会有一个新的带领，将会有一个新的状况会出现，将会有一个新的环境将会显出来。所以他们用妇女生产的那个苦来做形容，就是虽然看起来这个妈妈很辛苦在生孩子，但是最苦的时候过去的时候，生出来的将会是一个新的人，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用这个来比喻灾难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对于苦难、对于灾难，或是对于末世、对于世界的末了，有很多的紧张、害怕，跟这样的一个好像觉得有很多无法掌握的事情，有些恐惧。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期待的是，在灾难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新的状况，一个新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真正的新天新地，是在这些末期的事情过后，新天新地就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起头而已。
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灾难的背后，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全新跟一个新的状况，跟一个新的环境跟世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疫情过后，各位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你会发现改变了，有一些事情已经不一样。我们现在开始恢复了一些东西，但是当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过去我们所引以为好像可以夸口的，恐怕有一些已经不能夸口了，或者是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步调都跟过去不一样，都已经变成是新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灾难后会演出来的会是一个新的状态即将要出现。不管你认为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灾难的起头这些发生之后，你要期待有一些新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当然对基督徒来说，也许你会碰到有一些的逼迫、苦难或者是灾难。当然我们在台湾还算是比较平安跟平静的，但是各位在有很多的地方，各位如果看国际的新闻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甚至开始有一些变化跟改变。甚至最近除了阿富汗的国家的问题以外，很多基督徒在那里，阿富汗不是全然都是回教的民众，他们也有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所以对现在的这些阿富汗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有很多的苦难产生在他们当中，但是有一些也即将会临到。最近我看到在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甚至已经开始有一些对基督徒的一些的影响，包括聚会或是有一些限制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能够在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但是无论过得再怎么悲惨，受逼迫、辱骂，或者是不以基督和他的这些不以基督为耻的，或者是不以成为基督徒为耻的，以他的道为耻的人，他也不以他们为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这些苦难来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试验信心的时候。很多人把罗马书里面的那一段话当作一个很简单的宣告，在罗马书里面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它放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里面，你的口里承认跟心里相信要面对的不是得救，而是死亡。因为当你宣告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当你宣告另有一个王叫做耶稣的时候，那你完蛋了，你一定变成政治犯，要被处死的。如果你宣告你信耶稣的时候，罗马政府会告诉你说，你应该相信的是罗马政府的皇帝，你应该要相信罗马皇帝，而不是相信你的信仰的这个神。因为罗马皇帝，他们认为罗马皇帝才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宣告你的信仰的时候，面对的不是平安，不是喜乐，而是死亡。但是当时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即使在困境当中，他们仍然愿意艰辛的依靠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比起这些的刚刚提到的这些的苦难，我们所碰到的真的叫做小痛或者是小难而已。我们所遇着的恐怕都不是那个流血的状态，或者是真正的苦难。然而耶稣已经把这些的预告都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有几件东西是牧师要跟大家来交通，就是当你遇见一些迷惑的时候，或者在信仰上有一些迷惑困扰，或者是不知道你去参加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教会的时候，很多大学生要去某个地方去就学的时候，或是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他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那边是不是一个正常或是正确的一个教会，我怎么去参加？那有几个判准跟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你要辨别什么是真的或是假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叫做唯读圣经。所以一个能够遵从圣经的教会，一个能够读圣经的教会，一个遵从圣经的话，把上帝的话看为是最高权威的教会，这个教会才会是一个真实信仰的教会，不是一个虚假的教会。所以清教徒他们坚持一个东西叫做唯独圣经，只有上帝的话才是真正的权威跟判准，而不是人的话语，不是哪些人讲的，不是哪些人所说的，唯有圣经才是真正的判别。所以
清教徒在凡事上都以圣经为中心。这个刚刚提到，很多的基督徒，很多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以能够获得圣经，能够读圣经，能够当作是一个极高的权柄跟权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你读经的权利，不要失去你应该要读圣经的这样的义务，因为这是上帝要给我们去分辨跟判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准点。第二个叫做唯独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跟救赎，而不是另外有一个基督，或是另外有其他的人来取代。所以有很多的异端，他会告诉你说某某人他是基督，或甚至包括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他们讲的就是有一个女基督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唯独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取代耶稣基督的，或者是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取代耶稣基督的。各位可能也许我们在高雄可能比较还算单纯一点，以前在台北我们曾经碰过，在政大的附近有一个教会，然后他是韩国人，最近很多人哈韩，有一个教会，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自称他自己是救主，然后说跟他结合的人就可以得救。很多的大学生真的去参加那个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很多人在信仰上他没有办法分辨谁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有人取代耶稣基督，或是代替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的时候，耶稣说要分辨这是假的，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不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耶稣是谁？他是神，所以不是人把人当成神。约翰福音3章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为了世人借着他来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的。第三个就是唯独信心，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有多好的功德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而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相信，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祝福。所以信心是我们跟上帝连结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不是透过一些的行为，或是透过像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碰到的那个异端，就是你必须要先受割礼之后，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不是要靠你的行为，而是凭着信心，单单凭着信心来连结于主，而不是靠你的行为。所以包括有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说你一天要读多少章的圣经，你一天要祷告几个小时才叫做敬虔。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你要凭着信心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透过你的行为来代替这样的一个信心，好像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敬虔的人。信心不是靠着行为，而是我们真正与神连结的这样的一个管道。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有很多的老人家，曾经有几个老人家，他们是没有不会识字的，他们连祷告都不会，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要强。各位知道以前早期在马祖那个地方，他们是在军管时期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戒严时期的时候，如果你去做礼拜，你没有按照时间，比如说晚上7点宵禁，你没有回来的时候，宪兵跟警察就会逮捕你，然后把你送去关起来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老人家，他们曾经都经历过那些被关的日子。被关的时候，这些的军警人员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承认你们是不是这个中共的同路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我们根本都不是，我们只是为了要去教会敬拜上帝。所以他们为了敬拜上帝，甘愿去蹲那个水牢跟苦牢，但是出来的时候，他们一样继续去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识字，圣经读不懂，也不会祷告，但是他们的信心恐怕是超越很多人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受逼迫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愿意坚持你的信心？所以汤马斯·华森这样说，信心和悔改是基督徒今生不可或缺的2大恩典，这一双翅膀会带领他飞向天堂。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取得上帝的恩典，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恩典。上帝透过信，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行出好的行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有悔改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很多人有信心，但是没有悔改，以为他信上帝，但是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悔改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没有悔改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好，第4个判准就是信徒皆祭司，或者是我们说万民皆祭司，所有的人都能够来服侍上帝，不是只有哪些人能够服侍上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哪些有位置的人，或者是哪些有这个身份的人才能够服侍上帝。所有的人都能够透过你的一些的生活方式，透过你的一切恩赐，能够来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单独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要透过哪一些人才可以跟上帝亲近的。另外一个部分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勉励，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职业或者是工作。很多人以为说你的工作只是赚钱糊口饭吃，其实并不是这样。你的工作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的职业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的职业，上帝透过你来服侍人，透过你来服侍许多的人。所以祭司就是承受上帝的使命去服侍人的那一位，就是祭司。当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没有这个牧师，没有这些的基督徒，只有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可以成为你的公司里面的司牧吗？好，我们把它当作就是你公司里面的牧师，你就是公司里的牧师了。如果你的家族里面没有基督徒，只有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成为你的家族里面的家庭的牧师。如果你的工厂里面没有基督徒，只有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个工厂的厂牧，你就成为那个工厂的牧师。如果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或是学生，如果你的学校你班上没有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学校的校牧。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哪些人才可以服侍上帝。如果今天你在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情况下，没有牧者的带领下，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那个地方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万民皆祭司，你可以在那里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的职业来服侍上帝。当然牧师讲到后面这边的时候，要告诉大家，就是世界再乱都别忘记上帝才是真正历史的主宰。因为讲这些内容有时候会蛮沉重的，会让人家觉得哇好害怕，不晓得末世会发生什么。但是要记得，世界再乱，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诗篇里面提到说，大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即使在一切混乱的时候，上帝还是王，上帝还是掌权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只羊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不要常常忧虑说哇，末期什么时间来到，末日什么时间会来，或是什么时间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不必要。明天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不要为了未来的事情去担心，我们知道有未来的事会发生，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几个提醒。第一个，圣经是面对末期的准则。当你面对末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是你的准则？就是圣经。所以圣经是我们面对末期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的准则。那刚刚提到了怎么样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就是要将上帝的话存在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里，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的。并且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上帝的话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在末期的当中知道怎么样来分辨，知道怎么样来看这些的事情。第二个，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你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会帮助我们住在圣徒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来持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所以圣灵是面对末期的时候，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一个这个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单是力量，而且他就是上帝，圣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可以来面对末期的时候不用担心跟害怕。所以以赛亚书这里面提到说，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跟安息。所以当你觉得混乱的时候，心里紧张害怕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圣灵的里面，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平静跟安稳里面。所以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说，上帝只要求我们在世上做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过圣洁的生活来尊荣他，再来就是忍受苦难来尊荣他，这些都需要靠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没有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忍受这些的苦难。所以唯有靠圣灵，让我们可以在末期的时候能够得着力量。最后第3个，圣子耶稣是面对末期的依靠，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依靠。当我们每一天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在末期的时候，耶稣应许说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信徒正常的交通的方式，透过默想、祷告、照常规的生活，来与神的3个位格相交。我们与圣父相交，与圣子相交，与圣灵来相交。我们能够在末期的当中，那个依靠就是透过每一天我们与上帝的美好的团契的交通。所以诗篇第4篇第8节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虽然讲末期，但是不要害怕，我们还是可以安然躺卧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是我们可以安然依靠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祷告词，其实在耶稣要钉十字架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的那句话是一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最后的祷词就是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安然躺卧睡觉，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相信上帝都是掌权的。最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章18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所以面对末期，不要害怕，也不要心里面紧张。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至少我们看过预告片了，就知道后面会怎么演了。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在预告片看过之后，让我们能够期待真正的演出要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一些事情即将要发生。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剧透知道什么意思吗？看电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电影看完之后，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那个以后会演什么。我们不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但是我们可以期待有一些事情是要发生的。记得刚刚讲的生产之难，其实在生产完之后就会预兆一个新的开始，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跟新的开始。最后彼得前书里面4章7节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末期的时候更是要这样。求上帝帮助，让我们时常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末期即将来到，但是哪一天不知道，但是无论哪一天，我们都等候跟相信上帝的工作即将要来到，上帝新的工作即将要发生在我们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当末期要来到的时候，让我们仍然凭着信心，凭着盼望，相信你的应许。主，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你说要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你应许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每时刻你都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们与主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是你无愧的仆人，我们把你所交给我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金句，记载在马可福音13章第5节，请。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迷惑你们。”马可福音13章第5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马可福音1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唱回音诗歌《莫把我弃掉》，心灵良诗选262首。我们唱全首。第1节、第4节我们齐唱，第2节弟兄唱，第3节姐妹唱。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起低头祷告。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给你。我们诚心所献，求主悦纳。这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唱向主献成歌。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座位上唱完第一次以后，我们起立，向周遭的人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一个耶稣，一个耶稣，生命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一个耶稣，一个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真情，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共享丰盛的生命。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共享复活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坐。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的第25个主日，欢迎参加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在座有新朋友吗？没有。好，下个星期天呢，台语堂邀请到林志坚牧师来证道，而国语堂就由蔡依文牧师证道，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来参加。教会将于今天主日崇拜以后呢，召开本堂的记忆会及执事会，请为开会顺利及教会事工规划安排就绪能够来祷告。那我提前报告第6点，相关的就是2022年新任执事同工名单如下：有萧天一弟兄、林红玲姐妹以及翁荣泽弟兄，3位的名单已经在10月24号今天记忆会之前呢公布了3周，会有对人选没有异议，那我们就要在今天的记忆会当中呢接纳以及通过授予他们职务，将在2022年担任本堂的执事。教会已经安排由各小组规划圣诞节的场地布置，预计在这个月的月底要完成。欢迎弟兄姐妹以各小组为单位来参与布置的工作。教会近期要整理教会的6楼，要做大空间聚会场地的使用，请为6楼使用以及安排来奉献以及祷告。还有就是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从11月2号到15号要维持疫情警戒标准是第2级，聚会场所已经取消人数以及我们这个梅花座就分开的限制。那么我们呢都要按照同工的指示
那也依据教会防疫的规定，严格要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的规定，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那么我们诗班，今天你们看到我穿黑衣服、黑裙子，对不对？有很多人叫我不要穿那么黑，好，可是这是我的职责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们看见我穿黑衣服、黑裙子，就是表示诗班要献诗了。好，不过你们今天看到，除了我们的伴奏白发王子以外啦，我们诗班的班员好多人有白头发，我也有。好，那希望我们的诗班呢，不要沦为白发王子跟白发公主队，好不好？哈。其实我们有黑头发年轻的，当然你白头发也欢迎啊，就是说，欢迎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加入，因为呢，有传承的问题嘛，对不对？你看到我们翁荣泽都已经被我们选上当执事了嘛，哈，所以呢，希望诗班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为了我忘记，我要跟大家报告一点，就是今天会后的成人主日学，罗马书这个班级呢，今天暂停一次，所以呢，班员可不可以先回家？不要先回家哈，因为我们还有2个班，对不对？还有启示录班，还有圣乐的介绍以及教唱，还有2个班，所以呢，维持你成人主日学上课的习惯，请你不要先溜回家了啊！不要觉得周老师不在，好高兴啊哈！他每次都让你们太晚下课，可是呢，今天请你不要先回家，还有2个班，你维持你上课的那个习惯，继续来参加其他2个班，另外就是我们诗歌教唱哈，介绍以及教唱的这个班，今天要在3楼上课啊，因为我们的乐器啊，这个音响都已经搬到这边来，如果要搬到下面去，实在是太麻烦，而且浪费时间啊，所以呢，请大家上圣乐介绍的这个课的弟兄姐妹呢，请留在3楼，就不要再去1楼啊。那11月7号起呢，在5楼的餐厅啊，有洗礼前的造就班，有意愿要受洗或是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请跟蔡牧师来报名上课。那我们为秋季的制服艺人学院，还有教会的哀读经计划，以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红本门徒、新约导论等课程参与的学员，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加，并且呢顺利的完成。请为我们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20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我们得救的人数。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看到了涂瑞玲老师，他来做礼拜了。你们知道他昨天得到一个什么奖吗？他获得我们全国的2021年的最佳咨商心理师奖，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奖项，而且呢，这是我们对他在諮商心理界服务了35年，我们呢要向他致最高的敬意，对不对？来，我们跟他鼓掌。他手上拿的这个奖牌是35年青春年华的结晶啊！那我们不只是拍手，我们会后呢，请去跟他致意，好不好？鼓励他继续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服务，帮助更多心理忧伤、困难的人。我们谢谢涂老师，我们再给他鼓掌。谢谢你。他给我非常大的激励，因为你们知道我跟我先生在校园服务嘛，他的得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服事主不要灰心，那他刚刚讲的也对，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那请问牧师有补充报告吗？好，牧师这边补充一下，我们的那个洗礼造就班，因为刚好201教室没有用到，所以洗礼造就班在201上课。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时序已经到就是年底了，
我们的圣诞节今年的圣诞晚会没有办理，因为我们要当心还是疫情期间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群聚了。所以因为所谓的群聚是指，因为还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一些朋友，那我们不确定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不办这些的群聚的活动。但是我们要去报佳音，所以12月24号的晚上，如果弟兄姐妹时间上许可的话，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教会，我们会一起出发，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报佳音。那我们的路线会大致上跟去年类似，那最后一站会到我们过去的我们的过去的旧了荣光堂的所在地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为那个地方祷告。过去有将近40-50年的时间，我们是在那个场地聚会的。感谢上帝，让我们现在55年后，我们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应该要为过去我们所能够承受跟接受的这样的产业，也向主献上感恩。那也让我们能够时常谨记，上帝曾经把这样的美好的产业给我们。所以12月24号的晚上，我们会有安排报佳音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单张，会有一些的圣诞单张的邀请。那会给一些的我们的碰到的社区的朋友，那邀请他们可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所以如果时间上许可，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在这个报佳音的活动当中。以上，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每天在你恩典跟平安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赐予的，也能够成为这全地的祭司，来祝福这全地。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个地方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祷告。
大堂的需要关吗？我们大堂的需要关吗？我们大堂的需要关吗？先不用，老师会关。大堂的需要关，那这个前面那一排灯要关吗？头灯可以关掉吧？是的。三个。就这要关起来，谢谢。前面有。那个学生节有吗？